信念係有力量噶嘛，咁你首先裏邊要唔好抗拒嗰個磁場先幫到你啦。一哥，電話號碼嘅風水係咪就係睇最尾嘅4個數字就得噶啦？唔係啊，應該全部數字都要睇噶。不過最尾嗰幾個字咧就係接近內裏嘅磁場啦。嗰個排列方式咧就係裏邊風水大過外邊風水，先天嗰個磁場又大過後天幫你改個磁場。你意思係成個 number 都有分內外去睇嘅？係，譬如好似香港電話咧8個字咧，後面4個咪內咯，前面4個咪接近外咯。咁如果係國內咧11個字咧，後面嗰5個咪內咯，前面6個咧就係外啦。譬如加拿大咧，有時係7個字或者8個字嘅，都係睇翻尾嗰4個字。信念係有力量噶嘛，咁你首先裏邊要唔好抗拒，所以嗰個磁場先幫到你啦。所以點解咧？有啲人擺咗風水得，有啲唔得咧。其實佢唔係好順，但係佢唔擺咁安樂嘅，照擺。雖然佢擺咗風水，但係佢影響力都唔夠佢內心嗰個咁配合。所以電話號碼亦都一樣啦。尾嗰幾個字咧係接近內裏嘅磁場。即係裏邊嘅風水，人裏邊嘅風水咯。咁所以咧，前面嘅號碼亦都係重要嘅。